我们呢？你看他就给山药吃他了。哦，对，专门的做穷多的他那着。哦，你。你看这大个结实。专门的我来的。哦，我媳妇爸爸。爸爸。这是多少工作？你们牙齿吹上我那个电视就要你对吧？你进来找了吧？谁咋的？谁嘛的？出去大姐。不要是那个。哪啥的？出去大姐。哎。你忘了你给大家用这样子哈？哦。哦，是哪是的？哦，那今年写没完呢？做了这里可以往点不这样子的。可以用了这个钱。哦。这边的动作钱是没呗？这里这些哪边是哪呢？把那个。数。这些啦。牙拿了呗。牙拿的呗？你是咱小鬼不的拿的，你这送在这个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看看。好，我说。哦。这是垃圾。哎呀，你瞧看啥？瞧。好嘞，我。这是垃圾不地拉。你等下记得街上拉桥了呢。爸爸，你介不介意？咋情况？不过拉有的，爸爸拉也有的。你还老婆，你是说现实解决花生的？哦，有。对吧？很多这些那边说呢，做的清楚个，把那个这个面那个真的讲哦，是个别的。嘞，他进来是的，没进来家里拖在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些的有多多的钱。我的。对吧？那个什么呗？你讲嘛，你钱。对吧？这个看到那个抢子了钱。你是哪个拖住的？嘞，做的一个把电子的钱对不对？哦。谁有大多多钱？可以啊。要别的哪大毛的？你他妈别讲嘛，说没说？哦，哪大毛的些吧？他节目都把那苦了讲啊。哦。没事个，他都不是不是快让我的吧？他在电视剧快让我的。俺这里老话的快我的呢。看我你们中意的小家看到过啥？这里去的不该去的。没事，去都去我这边结束。哦有。làm sao？爸爸。对的，结束。对。爸爸，点数就这些是吧？点数他把我落豆这里点数是不能用的嘛，大白爷。是啊，你还问多包那个。天天给重庆那我那其他老板干嘛的过嘛的？重庆那我那其他老的点哪个呗？真的他啥呢？老结束前要的都老专业的是，没出去的是钱。你没得有去。老结束前就马交接的速度就是多高的？你这养过去嘛，交过去啊，怎么马交接时的？可以的。把我身份寻到的。说的。这可能是都是我的。谁做这个嘛？这是什么水？那是。肯定那是个。乡下的那爸爸。